啊，你东西是安怎？啉酒？对，我觉得有一点追星莽戏吧。哦，醉心莽戏。对，啉到莽去安尼啊，定定拢嘛呢。啊困去啊，个起来个啉嘛那样。有一段时间是真的是没喝睡不着，没喝睡不着哈，因为思考会让你不舒服，所以你干脆让他好睡都好啊。对，其实那个时候挫败是觉得对自己的否定啦，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啦。那时候是因为这个国外的公司不是抛弃你们吗？不是，是讲我退伍了，然后出来求职不顺，然后再来就是求职不顺以外呢，再来就是我找了好几份工作，其实跟舞台是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哦，不快乐。你每当可以做自己的代志，是一件痛苦的，就痛苦的代志啦。然后过来就是喜欢的人或者是交往多年的女朋友，在那时候就是抛弃我了，但是劈腿的。伊劈腿我去找一个是较好嘅，对所以当时会有一点自我否定，而且会对于人性会有点不相信对，而且会觉得自己是不够好，是差的，一直否定自己，干嘛自己就败啊呢？东西爸爸妈妈知道不？知道，但拢不会，他们都不会劝阻我，他们都知道说我应该自己有一天会站起来了，很放心啊。就是很放心让我去喝，你知道很放任啊，没有啦。其实到后来，有一天我是真正啉咖呢，好忙啊，然后吐咖规身躯拢是啊，整床的被单、床单都被我吐的都是，然后我就睡着了，隔天早上起来，床单也新了，被单也新了，然后身上的衣服也都换过了，就是我妈妈帮我换的。然后我好力，对我那已经28岁了家不好，所以我就想讲，我那就不好。我就刚开始我就讲，我不要再让妈妈为了我去操烦，以后在外面先吐完再回家。没有，后来是真的慢慢那是你看妈妈无怨无悔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那是第一届我感觉有一个觉醒，就讲就算只剩我一个人，但父母也还在支持我，我不能够在这时候就这么小的挫败就让父母担心，对吧？加欢乐对哈。对，今天宾馆那也叫这个烧到人攻击短哈，其实他讲的只是一个比较浅的部分了哈。其实这个过程当然因为这个心情的部分，有时候我们在聊天会聊到嘛。我干嘛讲我狼哈？你现在看他有一个比较开朗的个性啦哈，带欢乐吼，咱的听众朋友啦，做很多的表演呢吼，大家有欢乐哈。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人生的一个低潮的过程，但是我最重要的是希望大家能够走过来了，对吧？其实我知道未来还会有很多的低潮啦，或者是说一定会有的。那我现在已经在这几年调整到，我有这个信心去勇敢面对未来的低潮，就是让天天都高潮就对了，也不至于天天都高。奇怪这刚才是大歌听一开始的笑话吧？好，对了，让我们让听众朋友也知道说，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我当下供出来其实是不美工是美更小了，不是美工更小了哈。莫想流光好像自己有时候人就是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你在每一次说出来的时候、表达的时候跟分享的时候，我觉得如果这个点让有一些人听到他有感触，或是说正好他在那个关口，也让给他鬼其实因为烧到人买安内啊，我嘛就赶快拿零星就是安内嘛，对吧？那只是因为当时你觉得那个挫败对你来说太大了，可是你去想一想，当我们碰到天灾的时候，921碰到无常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断手断脚的时候，311有没有？那个时候你会觉得，哎呦，那什么这个那一东西那个代志，那还谁啊？是，对吧？没什么嘛，所以嘛就是自己嘛，因为从20几岁已经到这个30几岁了，就把对被35岁去啊。是啊。所以，但现在在心态上面，或是在做事上面，我也这几年我改掉了很多的坏习惯。我改荤改酒，我嘛吃菜，而且我就坚持，我果然。
20年来拢起来呢，是，就是我很开心我自己能够把烟戒掉，这也是对自己一个以前我认为我戒烟真是不可能的事情，但我做到了。从这一点开始，我发现到很多事情只要有心都可以做到。如果做不到的时候也没有关系，尽力了就好。但我知道什么叫尽力。我呀，尽力很重要哈，但是不要还没尽力就说尽力了。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呢等于收到人真情哈，金金这个专辑来对有几句过好之后，你等来黑几米，如果他真的回来的话，就好好把握了哈，不要再吵架了哈。你讲啥？你等来的黑几米，我是说如果听众朋友如果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呢，就真的有的时候人就是要爱民主，你知道明明计较的代志都比心来想的，知道？你明明想伊要等来等来搁咧计较，输赢。真的，我当下脆牙哈，爹地拢输去，真的没有错，爹地输去，妈咪没当输。你一定要这样搞你的歌吗？我拍谁？我跟你讲，你的歌唱出来是很有感情的哦。我知道。好，来好好的报歌名，这就是邵大人最新专辑。你等来迄一面是落伫2013我上新的专辑《金经》当中嘛，希望大家让多多支持。你讲话有够假啦！我也不要这样嘛。你这人我们真奇怪呢。你不要以为你是师傅就可以这样欺负人。来，听歌麦个啦。你讲你不是故意，予我食袂落，困袂去，因为糊涂一时，做作聪明，爱原谅你的不得已。你讲要弥补过去，想要讲重新开始，但是一旦我讲愿意，就搁爱习惯醉生梦死。你回来的彼一暝，我亲像狗仔趁乱你的甜，将我的身躯、我的灵魂，交予爱恨，已在甜蜜。你回来的彼一暝，你已经无爱，只是因为空虚。我知影日头也袂精神，你已经无伫阮身边。你讲要弥补过去，想要搁重新开始。但是，一旦
我用真情唱出你讲不出的心声。邵大伦，你回来迄一暝，我亲像狗遐贪恋你的甜。邵大伦真情专辑，你回来迄一暝，华特音乐。